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權妹。今日阿權妹愛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下天時見來見看了。兩天的時間大家好生嘛個喏，阿權妹愛請好食呀，火鍋注意太鍋的湯，韓國燒韓國地杯聽說會加乜嘅？聽說會加呀烏誒啊，韓國定嘅烏誒嘅那個整個已經融化在個湯底度啊，你就做在食到當香嘅烏誒米絲，又食到當松肉。呢也就烏誒，講到烏誒大家可能會想到講，台中呢也太夾有隻蔬菜烏誒當有名。唔過其實啦，市面上看到當多太夾嘅烏誒都係對也苗栗公館啊，甚至銅鑼也帶出產嘅烏誒哦。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苗栗銅鑼嘅烏誒了。故所來細細格格歡迎今日嘅來賓，歡迎你嘅陳大哥，歡迎陳大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苗栗銅鑼，也來到烏誒粉陳永粉，咁就係烏誒粉阿粉哥，歡迎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唔過講到烏誒，大家可能想到講，以前頭擺啊，當人啲公館有種烏誒，唔過而係啲銅鑼來嘅，銅鑼咩有當人啲嘅種烏誒係？我哋銅鑼是安尼啦，我們是也後龍海順巷啊。銅鑼鄉係三島田社，我就帶到也中平村，中平村，就講也後龍海河巴村。哦，青蛙也後龍海嘅銅鑼嘅一隻蔬菜。就同河巴兩夾嘅。哦，嗰時候其實有笪地理位置，應該講同公館係兄弟地。兄弟地係佢行政劃分冇共樣安尼。哦，嗰時候其實呢日啲地種出來嘅烏嘅品質同公館種出來嘅係差唔多嘅。並冇乜差別，因為一水源係空調水源。都係後龍海。錯。唔過當人講後龍海一條河壩對苗栗來講當重要，對你苗栗公館也係講苗栗像銅鑼嘅，也就農作物，聽說咩當重要。做得請阿肥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後龍海有乜嘅目標嘅體質做得本人苗栗嘅烏誒種到安好冇？哦，也銅鑼公館也後龍海順巷啊，也就適合種嘅作物係依度。唔單止講烏誒啦，還有鳳珠啦，對也就適合地理環境來講啊，就屬於嚟種一度作物，係當適合嘅。古時唔看啊，像係啲苗栗啦，有按到好食嘅農作物、農產品。阿肥哥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其中嘅烏誒。唔過新嚟呀烏誒大家以前都係寒天啲嘅時期，喺乜嘅時節來種嘅呀？幾隻烏誒生長嘅過程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呀烏誒清早咧也就差唔多種主講，之前較早之前啦就會差唔多新曆過年。新曆過年，新曆過年剛就開始，以烏誒成長嘅12年，12年佢長做嘅菜樹。哇，一年長做得數100。一年數100，一年一樹，嗰時新曆嘅過年過後開始做。對，佢做嘅期間也做種到10咩？佢種嘅時節嘅期間也做種到2-3張年，佢做種到年糕頭，年糕頭人家都係會種。佢冇像師傅一樣嘅時間很短，時間冇按種嘅時間較長些。不過佢採收嘅時間要較長，像人家採收嘅時間啦，就差唔多到人家Q6嘅半夜半個，都一直到搶名前，就還有烏誒好食，食得到烏誒。古時候也真係一年當多時間都做得食得到嘅農作物咯。烏誒食得到，以苗栗嘅烏誒來講，食得到5張嘢到半年。哇！
哇，还好，还幸福，但苗栗还好哦。唔单像安尼哦，其实阿群们颜色看过有当人种乌有当时可能係啲去甲菜园嘅一个蔬菜，可能就种嘅一两条乌诶，就是可能是用旱作的方式，也冇水嘅。不过假使讲诶，係有看到嘅顺后係规笪田全部就会乌诶，佢就会用全部就会水种嘅哦。呀，两种想我来问一下，阿肥哥，你係用哪种方式来种？哦，我用水嘅，用水种水嘅，种水。哦，唔过像呀用水种，还个冇水按那种啊，人家讲水做跟旱做啊，呀相差真差的那一片。旱作记住安尼啦，吼，只差唔会深度，但是旱作有较无处理的东西。记住迄因为插草，哦，安尼草的吼，插草较要生长，哦，处理啊插草讲要加伊多。但是佮生长啊，吼，要较夹，要较好管理。哦，要较夹，不说笨蛋可能甲他讲迄种水做要10年的生长的。葱叶伊要10年，但是呢，吼，就讲伊杂草啊，吼，伊水啊，伊可以是一种当好的，像伊除草剂一样的吼，伊水浸点插这个杂草较唔会生起来。就唔会有暗道插草，古说湿起来喏，湿起来要用乜解检查？湿起来口感无乜检查，哦，无乜检查。就讲夹纤维吼，也糙的纤维要较粗，也种水的纤维要较幼。古说躺起来还是用水种的较好食咯，对不对？古说吼，其实虽然呀口感无太正常，不过我就想到讲呀水种同旱种来讲啊，像种到水稻度没有动到，像係可能會有呀的偏重開呀，會有按到乜解冇？也主要從開始種啊哈，來開始啦哈。開始種出落去啊哈，開始種有開始種落去，起點就會透過復甦咯。也係全台灣有水做種烏的、種烏的都會有嘅。唔過我老豆講像係復甦路會設嘅烏的幼苗啊，唔過像烏的，因為烏的好像有一點點圍堵，佢還係會設係。哦，佢會，佢像烏樣種落去以後，佢都也到位準備剪脫咧。哦，對啊，到位準備剪脫咧。古時烏的還忙，還基本上還忙，我開始睇就本復甦路設睇。我俾剪脫係。哇，古時也復甦路對呀台灣的水田的動態係，將佢就濟南樣嘅。古時我用緊啥咯？因為有水嘅時候它就會有。復甦路一般也防治來講，哈，全部就用那個茶籽泡。茶籽泡，茶籽泡，我們講那個苦茶的那個茶籽，對，苦茶泡。哦，苦茶泡的方式，古時候你去家咪係用安尼嘅方式。對。也係愛啲呀，不會很細時間就開始用。所以因為佢後沒有辦法去地下地出台，所以叫嘅哈，有了又來用茶籽泡來撈佢台灣嘅。茶籽泡，唔過我看人嘅烏嘅啊，其實阿肥哥嘅烏嘅啊，哇，當用心，人嘅烏嘅愛出產愛送本消費者，送到消費者嗰邊以前呐，都有去檢驗，其實是沒有農藥殘留的。錯，我一下就採收之前，我要送檢，送檢嘅話我但係就送中型太好，檢驗報告出來，ND 冇農藥殘留，我先要開始辦。哇，古說其實啊，還係當堅持愛安全的本消費者來說，韓國其實看人嘅部位就看得出來，像其實這種東西難免會有一點點傷，這些傷可能係乜個東西來造成的，會有這些。一下吼，一條烏嚟講啊，吼，一下目前還是冇乜解問題啦，吼。像一下一面哈，一蓋哈，也唔好講有乜問題，是講一叫做按當刺出，當刺眼咧也落苗嘅現象。所以講，烏多青果嘅時節啦，哈，佢做多2米果。有暗果。愛多嘅話，差唔多，人家年果特價就算按愛點。嗰時叫我先放果。佢開始種下叫我降價下，哈，叫我個佢去夾成長期。嘅成長期，錯，多個幾一下幾好，烏
夾頭一腳頭太了，吼，記住沒會降下來，降下來夾記頭就會太，營養就會到下。佢成熟嘅熟嘅，吼，記住嘅。古時候其實也中午嘅主題有也復蘇了也好，聽從好以外，還有其他嘅麻煩要面對嘛。沒錯，也其他麻煩面對，怎麼一個資源災害啦，哈，颱風啦，哈，颱風個拍烏嘅啦，過咗也好，伊也都差唔多也5月這邊嘅呀，哈，家下呢，哈，就他們天時簽嘅熱的嘛，嗰陣時要防止嘅呀，之前講防蜘蛛，防蜘蛛，錯，家下來防止，過來就烏嘅大部分嘅呀，哈，佢就差唔多安尼季節交換家下，佢冇來蟲啊，個斜紋夜道蟲要防止。佢蟲嘅會本烏嘅有乜嘅傷害嗎？哦，佢會啲葉被撕得棘棘，所以葉被撕得槍。哈，佢葉被撕槍對烏嘅會有乜嘅影響？全部呀，佢就冇光合作用。對，很聰明哦。家個營養就冇睇咧。我說，其實就算顏色烏誒唔係食家個葉嘅，我們是吃它的根部嘛。唔過家個葉嘅骨頭嘅食物咧，空間都當重要。我說，其實阿芬講咩當重視呀？烏誒佢生長環境咧營養呀，個奶質的營養，其實沒有會有一些的處理，好冇？有一些的改變呐。呀，做安尼啦，哈，伊要改變咧，就講好呀哈，伊講種植之前啦，哈，種烏之前啦，哈，要打皮帶啦，人家都講打皮帶哈，打皮帶哈，就看用乜個東西，來對人來圖較做得又好誒，哈，就講就當然有吃用，哈，吃用哈，無強用嘅方式，哈，如果好嘅東西當然用咩無添嘅，像顏色東西當然色嘅東西食咧會討厭嘛，啊。做揾條東西，去做個皮帶，都同泥土去綜合一下呢，來種出，每人會做些比較，做一個對比，看那種嘅生產會較好，管理會較好管理。哇，古時候其實唔係尋到一項好嘅皮料，佢就應用呀皮料哦，佢係見去試驗講，下一年換一隻口味，換一個口味，換一種感覺來吃看呐，個奶質，個烏我有冇去用嘅呀成果冇？古時候阿芬哥動用心啲嘅種個烏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嗰陣來。富喜來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富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美麗好銅鑼好色嘅烏嘅哦，要同大家來分享。加上一段節目底度阿芬哥又同大家講到佢當用心啲嘅照顧人嘅烏嘅。韓國其實啦，大家可能想到講，農業一下大家時代進來進步，科技進來發達了，故說種東西有當到事情就做得用機器來取代啊，唔過其實種烏嘅做唔得咯，對不對？錯，烏嘅還係目前係冇機器，主要靠人工。做乜嘅烏嘅做唔得用機器來取代呢？佢要按到乜嘅步驟，聽錯按人工來做。可能係慢研發出來啦，應該也科技研發，可能係咪研發出來也冇一天，也應該要當多年去研究也對吧？因為你看師傅嘅時節，做得用機器按呢規片呢就按呢試過去啊，嘅烏嘅做唔得，烏嘅要用開始，咩係用開始？烏嘅用啊，佢較大條，較大條要所有還要加嘅限制都會到嘅啦，嗰個也就講係一下。嗰條按住種烏管理烏嘅，嗰條下一擺有可能一定會研究較好嘅機械，也冇一天。故說其實也下啲台灣大部分係用人工嘅方式來做。再講會係完全用人工嘅方式。唔講聽講雖然人工種烏嘅，就會用特產人種嘅方式冇共用了。對，阿芬講你種嘅方式又係同大家有乜嘅冇共用？一下做嚟將人高雄高速嘅方面嘅種烏嘅其實都係用鉗線嘅。鉗線呢？鉗線呢？兩條線呢？兩條線呢，兩三年種下來種下過去。
啊，人家苗栗人家方片，他用粘力呢，跟以前丝条一样。粘力呢，粘力呢。按你酸呀，距离是不是？距离，就夹距离安尼。啊，主讲也主讲吼，因为本人啊吼，我种的是安尼啦，量插吼，发量插吼，从间距啊吼，间距系插班。间距是插班。插班吼啊。它横的间距哈是1尺半啊，8插班，一个2插班啊。不过按呢，耶距离哎，知道应该是算它太的哦，对不对？其实是隔比较远。有较快些的哈，因为我就想讲啊哈，metro 冇比按高，哈，通风较好，偏重哈就较冇按容易滋生，哈，安尼发出个要较过好管理。因为按你对人工来讲，按你应该会较好管理。植物来讲，佢可能生长的空间没遐大，也是太讲做饭冇共用。係，也將用南部來講吼，其實就主要量測試嘅個行較快。但是夾中間的間距吼，就行較慢。所以講防強冇共用，因為南部氣候熱，佢成就較嘅，苗栗咧吼。苗栗就讲吼，其日照时间无按长，嗰个人种较容易，人家种咧吼，也无是讲种特咩，因为无是咧讲种特咩咧吼，就讲以至来咧从小咧吼，佢就较要得到人来偏重开，疫病天天就有会发生。古时候啲无共用嘅蔬菜，无共用嘅人种嘅方式咩无共用哦，也就係台湾农民一定強嘅蔬菜。還個講到也烏誒吼，其實烏誒品種喺台灣大部分大家種嘅就係這個檳榔心魚，其實泰國種嘅咩係？係。那個檳榔心魚。大部分咧烏誒就係用檳榔心魚。不過也屏東也好啦，哈，喺泰甲公關呢一方面，幾乎都係也果樣農改上出來嘅檳榔心烏。檳榔心烏有乜嘅特色冇？同其他烏嘅品種比起來？也是目前來講，人家台灣啊，哈，食用量輕大嘅，就係一種品種，就係一種品種。其他有安尼較西方嘅品種嘅，哈，有做安尼。馬lau啦，做馬lau嗰種嘅品種，只講就完全加工用嘅，人家唔咩，人家就講做食用，人家平常啊，家庭主婦做嚟安尼食，阿個係咩係做得所加工。古時檳榔心烏做得講係安尼台灣青島人食咧，使用量輕大嘅，韓國咩係台灣青島人種嘅，你苗栗啦、泰甲高雄全部都有人哋嘅種。韓國啊，入檳榔心烏啊，唔單止係好食，其實吼。上來入檳榔心烏，你可以去那邊買嘛，那邊買嘅以後，我還去拖啊。其實好食還係好食，不過我還是要挑看哪一搭味嘅，這樣做得看得出來佢係好食嘅，也咧烏嘅有鬆毛。上來也下就基本上搶到阿肥哥來到節目當中，就會搶來同大家來分享。上來我用嘅來拖好食嘅烏嘅。一下吼，我拿一條烏嘅吼，我來幫大家看一下。一條烏嘅吼。就愛看出人面無色無獨特，人家唔知個人內容係樣嘅。而家唔就看到係有烏嘅講烏嘅鹹，係鹽，我要按多少個寡度。寡度是嗎？寡度做它有微凸。要胖胖的。對，哈，微凸安尼哈。我要按寡度嘅烏嘅嗰樣哈，而且係要必肥，要必肥，有裂開的那個必肥，你就肉眼。用直接看這個外觀，人家可能有必肥，人家烏來做會好食。也嘛個眼力啊，做嘛個有必肥。它就是成熟了，它的成熟度夠。呀哈，你講呀哈，以為多少切開咧？這種用指甲，拿去刮下來，那個就是看那個澱粉質夠不夠。那麼你抹到皮膚上面，那你就可以說它馬上乾了。天天做糟蹋的，糟蹋嘅一層粉呢，粉呢都要大位哈，佢烏嘅就講係加粉質啦，主要烏嘅條烏嘅最好食嘅烏嘅。最好食嘅烏嘅，哇！
哇，真嘅迄真的是偷乌诶，真嘅搞太敢用诶偷乌诶，张好生呀！哈，你把阿群莫去市场买乌诶，我就第二用诶来偷了。嘿，韩国唔单像安尼啊，乌诶买一阵乌卡以后，还要爱处理呀，听说爱带树啦呗。无树要动用，我有一摆，今日来替摆修舞的时间，就系你爱太好嘅熟啥，跟人就见修舞的啊，我想讲爱好识舞的啊，我就修舞的，结果修听爱想讲奇怪，我树系高美啊，用来暗用，其实也系冇办法避免的，对不对？也夏天也舞的本身哈，其实有安尼。这种东西讲我用，咁咩当好嘅东西啊，其实伊养分做迄个啊，所以讲吼，我设计就冇讲佢用。带树来袂啦，带树来袂就好诶。削皮削体以后，也冰到冰箱底度，做得冰几久？哦，冰到冰箱度方，哈，做得冰1年。1年。嘿。冰库度啊，冷冻库度啊。所以，我买阵乌卡可能皮削体，我就拿去切太低。嘿，就像个切得安尼一块一块的吼，安尼嘿，安尼就一乌卡，伊传的量几多，就装几多落去。像我煮食咧，吼，像我煮咧，就拿一包出来。啊，唔是退盘，直接就落个包随便滚，冰个包去安尼。安尼就做得咧。做得。我说太低冰，切太低冰到冰箱，迄做得冰1年暗藏的时间。嘿，你就处理好了哈，就冰1年冇问题。处理100就好诶。迄假使讲，迄冰到冷藏咯，下包。冷藏哈，来冰1礼拜没问题，1个礼拜。嘿，就讲冰冷藏，人就准备讲，听咧，也圈起来就实体去诶，哈，我冰久诶，哈，也寒天冰久诶，人就买家去转去冰袋，想要食就拿出来食。哇，真紧，寒天的时间，我清透的食物诶，冰到汤底度。韩国唔单枪做得煮汤，其实物诶还有其他料理好食咯。今日阿芬哥们有带来抢好食物诶阿群妹诶，韩国我也好就来食物大家看。其实我一开始看到亚物诶啊，我就知道也是当中韩国刚好有讲到这个淀粉质很多的物诶，因为佢有看到冇，底部有讲到啪啪粉粉，按你切就看得到诶。对，也就用整呢，整来听听，嘿，就呛整，就是给它碾密。阿群妹很好食物诶。呀，安尼也是用色啦吼，外加整下当来调试一点，我感觉也还你就按你去慢慢的咀嚼哈，有些的它有一些它的香味跟甜味。对，香味甜味。韩国阿群妹爱食物的时间爱清好温嘅，还有韩国国家葱诶，你就会甜的那个物就会温嘅调油。韩国放葱的乡下来去食。古时候其实阿芬讲亚布卡没有出一种商品，就是冷冻的芋头，对不对？对。人家就会切太去。嘿，就切角。切角。嘿。五味角。嘿。韩国真空包装。嘿。哇，唔单像按呢吼，你看阿芬讲唔单像做五味种到按认真，佢连商品啊都用到按用心，用真空包装，韩国同大家处理好诶。假使讲大家买政府看，看冰到冷冻库，唔是去甲烧，唔是输尾用，上市的时间拿下来煮就好诶。古时候啊，阿芬哥还有其他的商品可以同大家来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伫节目当中爱食物的本大家看哦，无啦同大家来小记阿群妹我嘅家乡苗栗，韩国铜锣今日有生产亚物的哦，今日就要来同大家分享阿芬高中的物的，家下其实已经讲当到的，韩国也下就爱来食物的好米线的，家下已经食亚物的糕。像整听听是黏密的物就按好食嘞，跟韩卡唔是讲其他做的呀，像也是物板葱嘛。哦，也物板第一度看起来像是用个物的去刷个物的墙。错嘛，刷物的墙下去做的。用物的墙哈，刷墙刷了以后，哈，用安尼米，哈，用米去做的。很香啊，又是那种一点点的 QQ。韩国有食得到冻豆嘅物诶，也是黏米诶，用碱，因为碱出个香米哦。用碱听说韩卡好食，
韩国那个呀，今天还有带来一个特别版，是不是？是。阿粉公牙不卡特别版、特别定做的五个产品呀，那么该。猪笼版。五个嘅猪笼版，阿佢我很正经忙色色高，啲没有厉害加色咧，可能就係原味的白色的。韓國嘅椰版，椰版口味嘅豬籠版，韓國接下來有人做飯瓜口味嘅豬籠版，黃色的，唔過呀紫色的芋頭嘅眼很正經芒色色高，韓國它不是真的是那種加色素的紫，它是天然的紫哦，因為它是有點紫紫灰灰的感覺。也主要五個香味，五個香味，嗰個也係人特別版，係馬啥做嘅暗貼片。哦，也係我同埋天數做竹烏皮嘅阿芳妹同埋做嘅。哇！唔記得要客服我識到阿芳妹做嘅嚇，呀五個豬籠版。哇塞！又啲都嘅，又羅皮角，炒到很香哦。韓國人最啲都也係那個。豬油炒肉配的香味，好香哦！不過也係特別版。對，一皮係用烏嘅去做嘅，我買唔到，我前唔當食嚟到，嗰時叫咩阿佢麼？要客服做嚟食嚟到暗號食嘅東西。嗰時候其實啦，阿芬講人家就當認真啲嘅做人嘅烏嘅東西，從東西嘅包裝，所以人家就已經有現有農夫提供嘅包裝咧。唔過人家就係出價去錢，做乜咁樣安尼？因為也客戶啊，嗬，伊要求嗰種嗬，也包裝嘅太細，也農夫伊做嘅隻出台這種 size，嗬，也要客製化，客製化因為做生意嘅，我用較大嘅，嗬，然後伊偏幾條台嘅，我用較少嘅，用嘅要用嗬，也一般家庭用嘅嗰量嘅台較細隻嘅，所以講嗬，也做要人客戶要需求，或者用樣嘅東西嚟嗬，也本也客戶嚟方便。錯，像人嘅種嘅烏嘅角嘅台嘢啊，有一種透明的，韓國人還係愛用真空包裝。其實嘅台嘢咩係同農夫提供嘅冇共用。哦，係因為嘅種台嘢嗬，係我同廠商拼做嘅，係食品級嘅。專門用來種色嘅東西，像係啲天絲當空太高，也係看得到嘅相片，也係透明的，整個透明的。不看得到污嘅，不看得到污嘅。主講係也嗰日，因為要做真空，主要因為嗬，可以本其保鮮，它不接到空氣，唔會透過空氣，然後它就不會氧化。可以故作也你把它封起來。讓牛卡安尼食，係咪當牛卡？有咩窮樣？唔會窮樣，唔會變色。因為佢完全的，然後佢保鮮起來，連包裝都這麼用心。就是真空好了。嗰時候啊，假使講電視機頭前的鄉親朋友，想要讓阿芬哥聽烏嘅話，按用嘅來聽。哦，咪做得透過農夫，也係講啊，同農夫冇做好。出隻大天花哦，幫我唔卡好，我將來學基本國語哈。我報一下天花冇。訂購專線。哦，我本年嘅天花啦，嗬，0937221-345。好，歡迎大家想愛聽烏嘅時節，打到同路農夫，冇就愛請陳太哥阿芬哥來聽烏嘅了。請阿芬數咩做得？阿芬數咩做得？阿芬數嘅天花係0912-099131。哦，大家可以聽清楚了，冇就打到同路農夫啊，同路農夫都請得到。唔過吼，其實阿芬哥唔單唱中烏嘅聽聽，然後最後沒有看到，沒有中亞鳳奏。韓國這個你銅鑼清有名嘅杭劇，也做人銅鑼救父嘅特色，有也紅曲啦。紅曲韓國基本上係貼片帶嘅呀，鳳奏紅曲插落部阿佢冇食咯。哦，做乜解會？因為我頭擺啊冇想到講，攞鳳奏同杭劇加在一起，可能就單純喝這個紅曲嘅茶聽聽。因為啊，驚唔講說嘅烏真嘅烏嘅啊，嗬冇講多，本代替來唔吃看哪咧。好啊，佢冇來食看哪哦。韓國也係加下醬料曲法加落去嘅，不是一開始用下煮嘅哦，係先煮鳳奏茶，煮好以後再個愛食嘅時間再個老葉紅曲加落去，我食看哪米絲要出來冇？
好清爽哦，有一些些嘞甘甘甜甜的红枣的味丝，还有一些些嘞淡淡呀红曲的味丝。其实呀，红曲同红枣色嘞都系对人动好的，怎么？哦，鸡也好，也红枣，吞菊花，搭配迄薏米啊菊花，互伊较凉。哦，到红枣吼对体也塞落去呢，哈，对一种布哈，它也是可以种黑生眼的啦，靠斯嘎哈啦哈，它可以补中气。补中气，韩国 Q 法是不是可以明目？对。古时候你看吼，你没有你真经有动到补吼，又有红枣又有 Q 法。韩国其实我哋阿凡讲对人嘅农作物全部也有 Q 都懂两点。像亚种爱吃家设备东西，像这个菊花可能就会晒澡，拍澡听听，就爱来吃家加到水兜度拿来生，加到茶底度拿来生。其实人嘅也有 Q 就系农药零检出。错，也哈东西，它也就对这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动态措施。古时候也哈政府也系按的，都会按的来做，来辅助一条农民。也透过也改良厂啦，一条我同一条辅助，同一农夫一条古时候也农业以后，目前以后可能渐逐步行到也也管理的部分呢，可能就会行到也友善管理，有机农业，会渐可能会行到也辞退啦。嗰个主讲必然较前期的会先来做安尼，也得天的渐的来做，也不过也来做，我拉也没去往去他来学习来做也会得渐的同来带动大家。一直做安尼，也种安尼种工作方式，来推大家推广大家，因为食的东西种出来食，消费者就搞推啦，气感没爱食啦，气感也爱食超啦。古时候其实像下种红枣啊，因为阿乔妹爱咩喺广告人爱啲种红枣结虫的真经动到，古时候要做到零检出。其实应该大家看到有动到虫的画面吧？动到，人啊本身菊花也是动到。菊花没有动到虫。动到，问题有些药唔得。因为要零检出，我们要求零检出，尽量用亚种方式帮大家食到安心，食到空闲。韩国其实还有一种问题，问阿凡讲，种按到东西，韩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按到轮作，韩国一般人轮作可能就系种禾的同乌的两代替来轮种。唔过你冇共用，唔过加了一项行菊。主要因为种红球啊，主讲我的班的副班长啊，同我讲，凑我来种，研究来种哦，种的的高层的种的有心得，就来种，也拄好讲也改良厂啊，今日讲啊，也来随汉轮做啊，伊吞也土壤啊，随会加个。类似旱交替啊，随迄阵安尼杂位啊，来搞阮来做个交替，来种啊，奶啊也泥土啊，它会活化，它会活化，所以讲来种来吃比较可能，种落去，做得咯，做得就一次种到一下。哇，古时候很暗呢。其实没有同农改良场来批函嘛，对不对？批函来研究来做，算有点像做实验的感觉。伊古时也农改场也同用心，伊也同也的农友讲拿来去本地农改送去给唔是钱呢，免费的给来人做服务做田方来土方体验的来来去送改良场给我老人。做个分析出来以后，结果老人讲也来土方不加强物个，用物个皮料其实结果你哋咨询下，结果老人讲，不错也做个多利用的地方。
正經吼，其實你台灣農民正經係都無簡單，咩有好得有你農改從安用心來輔助來協助一啲農民。不過這個輪作阿權妹還是很好奇吼，你剛剛講輪作係3代替這樣子輪流做，所以才會有水旱交替。哦，佢安尼人愛是唔止3代替啦，吼，愛做吼今年中咧有有嘅有無嘅，個也曲化，安尼去練，安尼都練習，反正就也下係早誒，也下早誒，明年就種水誒，水稻，芋頭也是一種以水耕嘛，水耕，但是佢都也米期噶哈，像也烏期，也米期唔水浸得嚟哦，米期要水要排脫咯，係要去走哦，唔會面真唔會面脫咯。原來係按呢吼，古時候基本以什麼阿芬哥同大家來小記按到五嘅知識咯，謝謝阿芬哥來到節目當中。好，按知識。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要記得要多多支持你台灣嘅農產品，支持你台灣嘅農作物咯。休息一下，停地運動，欣賞好好來做運動。